平安。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彼此来祝说，上帝的恩典够你用。跟你的旁边祝一下啊！上帝的恩典够你用。我们一起站立哦。我们用这首诗歌，当圣灵在我心的时候，我们要歌颂、赞美他的时候，就是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到上帝的同在跟他的得胜哦。来，手借给我来。当圣灵在我的心，我要歌颂主，像当年的大卫王。当圣灵在我的心，我要歌颂主，像当年的大卫王。我要唱，我要唱，像当年的大卫王。我要唱，我要唱，像当年的大卫王。当圣灵在我的心，我要拍拍手，像当年的大卫王。当圣灵在我的心，我要拍拍手，当当年的大卫王。我要唱，我要唱，像当年的大卫王。我要唱，我要唱，像当年的大卫王。当圣灵在我的心，我要来跳舞，像当年的大卫王。当圣灵在我的心，我要来跳舞，像当年的大卫王。我要唱，我要唱，像当年的大卫王。我要唱，我要唱，像当年的大卫。当圣灵在我的心，我要歌颂主，像当年的大卫王。当圣灵在我的心，我要歌颂主，像当年的大卫王。我要唱，我要唱，像当年的大卫王。我要唱，我要唱，像当年的大卫王。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像当年的大卫王。我要唱，我要唱，像当年的大卫王。再来一遍，来！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像当年的大卫王。我要唱，我要唱，像当年的大卫王。拍手将荣耀归我们的主。大卫为什么要唱，你知道吗？当他敬拜、他赞美的时候，能够驱魔，对不对？哦，当他敬拜、赞美的时候，扫罗王他被困扰，然后呢，当他为他弹奏、那赞美的时候，那恶灵就这样离开。保罗跟西拉，他们两个被关在监狱里面，一般的人被打、被囚都是怎样？唱靠调啊，对吧？但是他们在那边，保罗说：“哎，西拉，我们来赞美神，赞美上帝。”结果呢，比土耳其的大地震还厉害，对不对？把那一些脚镣、手铐都震碎了，监狱的门也都打开。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赞美敬拜的时候，上帝让我们能够得着释放，所以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不管你是在困境或者在顺境，我们对我们的心来告诉我们这位神说：“我要称颂他。”我们一起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我们要来感谢赞美因为我们的赞美
他是圣洁，他是施仁慈恩惠，他是救赎、医治、赦免。我们若不认罪终日就会在哀伤、哭泣当中，身心会疲惫所以聪明的人就是，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时候，主啊，我赞美你。早晨起来，我要赞美你。一天的能力，一天的同在，就充满在你的当中。弟兄姐妹，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赞美，来祷告，开你的口，一起来感谢，来赞美。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的慈爱直到永远，因你的信实直到万代。谢谢主，让我们还有气息来赞美，来敬拜。赞美就是预备你的宝座在这当中，赞美就是让我们进入到神你的同在，你的能力。赞美就是让我们尊你为大，赞美是让我们感受到你为我们征战。哈利路亚！主，赞美你，我们要赞美你，也除去我们一切的诱惑，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愿你的同在带来我们平安，你的同在带来你的赐福。谢谢主，谢谢主。现在主，我们早晨一起同心合意来称赞，来赞美你。我们颂赞你的圣名，你的慈爱，你的伟大。我们用赞美来设立你的宝座，让你的同在带来平安、医治，带来释放。谢谢主，让我们知道如何感恩，如何赞美。因为赞美使我们经历神你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能力，带领我们进入到你为我们征战，带领我们领受你为我们预备的得胜，在敌人的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谢谢主，让我们称颂我们主，尊你为大的时候，你就赦免，你就医治，你就供应。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请坐，请坐我们要来求神来帮助我们耶稣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他有平安我们要一起用主的话继续来宣告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我的诗人一直在讲说，我的在乎谁？谁是我的帮助？谁是我心灵？谁是我在婚姻、感情、产业？谁是我在我劳碌所得的过程当中是我的帮助？谁是我们的智慧？谁是我们人与人之间和睦的管道？就是耶稣所以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如果你在我们身心灵有需要的地方，你可以站立我们有牧者来为你祷告。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他在祷告祈求感谢的时候，神就将出人意外的平安赏赐怎样给他所以求神回应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神的医治，神的供应，神的赐福就在我们当中。邀请他说：主啊，我邀请你做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的主，你让他做主，你才能够将你的忧虑卸给他，交托给他。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经历上帝在你现在需要的哪一个部分我们坐着，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伸出我们的手。我们知道也有这些弟兄姐妹还在确诊当中，还在你的呼吸，你的可能发热或者是怎样。我们奉主的名，求主医治的大能与你同在现在就与你同在，医治你释放你，得到自由。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开口，来开你的口，向神说：主啊，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医治者，你是我的供应，你是我帮助，你是我赐福的源头。谢谢主，谢谢主，
当我们弟兄姐妹开口来同声来向你祈求，主你说2、3人同心合意向你来祷告祈求，你就必应许，你就必成就。感谢主，感谢主。当弟兄姐妹现在开他们的口，无论是在家里，在目前他们在确诊当中了，主你医治的大人现在就与他们同在，希望他们医治他们的气管，医治他们的肺部。主啊，让他们这些发热的这些灵离开。主，你希望他们让他们身心灵得着医治。谢谢主，我们宣告你的同在就是最大的祝福，你的同在就是我们幸福的源头，你的同在是带我们进入到你的医治、你的供应。当我们缺乏的时候，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主啊，当我们面对征战的时候，你为我们征战，你差遣你的使者在我们四周围保护看顾我们。你的力量就是成为我们的力量，你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成为我们坚固的营垒。我们的山寨，我们的倚靠。谢谢主，让我们能够面对我们的难处的时候，主啊，靠着你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够胜过它。谢谢主，医治带下来，你的供应带下来，主啊，你的平安赐下来。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最后我们要来为主来守望，来祷告，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来，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恳求，因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我们恳求神来帮助特别为牧师为我们牧者团队等一下都还有各自在儿童牧区，在11点的都有服侍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面。那今天也有好多这些的会议活动我们为了就是要双福，使人得福利，当他的心得福利，就能够怎样渴慕说这个是从哪来得福音，所以双福就是福音福利，让他们使人得益处，并且能够经历认识这位主所以这是我们教会的意向。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推动从零开始从家人之间早晨听上帝的话语，让上帝的话语滋润运行在我们当中，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盼望，成为你的扶持我们有昨天、今天都有爱幸福讲座，也有陶家互助社的社员大会，我们为这个来祷告。我们也为着第7区区长是师母还有就是我们的小组长方慧姐为着我们这些比较年长的这些弟兄姐妹来祝福他们让他们到老都不偏离上帝的道，到老都能够越来越经历上帝主恩的丰富所以我们活得更多，领得更多不是劳苦，而是神的恩典同意吗？阿们吗？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一起站立，一起站立。我们来特别为牧师来祷告，让牧师在传讲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圣灵就感动你，让真理能够摸着你的心，真理必叫我们得着自由。开你的口，一起来祷告，来开你的口来祝来守望。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来进入到神的同在，就要神的灵来运行在我们当中。谢谢主，谢谢主，今天早晨的敬拜，愿你的话语向我们来彰显，开我们的心窍，让你的圣灵运行扎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主要不是听人的讲道，而是听神你自己的话语，上帝你自己的话语来运行充满，给我们有盼望，给我们有智慧来选择，给我们有谦卑的态度来领受。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早晨愿你的宝座设立，愿你的灵充满，愿你的同在带来我们的力量，带来我们盼望，带来你的医治。谢谢主，今天早晨的敬拜，我们愿你来掌权在我们的心里面，掌权在你的教会。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主你来就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要如何得着你丰盛的生命？就是从你的话语来，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的路上的光。你的话语要滋润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要快跑来跟随你。
趁着我们有气息的时候来寻求你，寻求你的面，寻求你的同在，寻求你的医治，寻求你的力量，寻求你是我们的避难所。谢谢主，因为你的真理必叫我们得着自由。主啊，在你的圣灵的感动里面，让我们知道只有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就不在你以外。谢谢主，我们要用主你教导我们的祷告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Amen。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阿们。Amen。阿们，同来敬拜，叫我抬头神。拍掌。我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阴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阴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阴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做盾牌，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阴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再一宣告，耶和华是我思维盾牌，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阴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阴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英雄。阴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再一次宣告英雄。阴宿虽然有哭泣，
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拍掌，将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父神。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刚强壮胆，我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我们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我们的神必与我们同在。Amen。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天使天军，走你的攻击，我要更坚定信靠你，你是我力量，你是我永远的拯救，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靠着你的圣灵，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天使天军，走地的攻击，我要更坚定信靠你，你是我力量，你是我永远的拯救，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靠着你的圣灵，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谁能控告，谁能抵挡？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神所拣选的。谁能控告，谁能抵挡？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神所拣选的。宣告，谁能控告，谁能抵挡？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神所拣。再宣告，谁能控告？谁能控告？谁能抵挡？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神所拣选的。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靠着你的圣灵，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再宣告，只要在左右，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靠着你的圣灵，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再次宣告，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靠着你的圣灵，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弟兄姐妹，请坐。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就有。你因为言为义，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阿们。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心事不改变，应许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我敬拜。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尽。唯你是真神，唯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就有。你以为言为义，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心事不改变，应许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我敬拜，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尽。唯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尽。唯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再宣告，亘古到永远。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尽。唯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唯你是真神，唯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是的，主，你是从亘古直到永远的主，你是创始成终，你是给我们生命的源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宝贝，因为我们是你所造的。
你将最好的要预备给敬畏你的儿女。谢谢主，今天我们早晨的敬拜，愿你来掌权，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掌管我们的灵、思想、情感、意志，特别是掌管我们的身体。主，我们需要你的同在，需要你的提醒，也需要你给我们的能力。面对这无穷变幻的世代，唯有你的话永不改变，唯有你的应许永不改变，唯有你的慈爱永不改变。谢谢主，每一次我们来敬拜，这是因为神你的恩典、你的怜悯，让我们可以自由来敬拜你。透过你的话也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窍，明白你的真理，好叫真理使我们看见你所要应许给我们的福分。谢谢主，愿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里面，看见你所要应许给我们的，凭信心来支取。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早晨起来，你不知道有没有就来赞美我们的主，赞美我们的神。哎呀，我还有气息来敬拜。很多人是，在强震的过程当中，怎样没有生命的哦。所以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警醒，使我们更知道如何来感恩。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我们要来看今天周报的消息。那请我们陪商会员到2楼招待处领取2023年的合会手册，每户一本。如果需要刊物的如果你还没有领，然后那需要刊物的，你就发现里面有错误，请到1楼的公布栏来登记。我们上个礼拜合会补选出1名执事当选的是魏维峰那执事当选人任期3年，从2023到2025年。这一次的选举定于3月5号主日礼拜当中来就任。对选举结果如果有异议者，请在2月26号前向小会来提出。那我们今年的第2次圣礼典会预计在3月5号。如果在这当中有感动要受洗的，请在2月19号前向牧师或者是行政干事来报名。我们的核心同工请注意，我们3月18号会到这个淡江教会淡水堂那来就做同工的造就训练。我们请庄一鸣牧师来分享那报名截止到2月26号。我们教会的奉献资料开始可以上传国税局，上个礼拜也有请大家来签这个同意书那越来更方便你不用再拿那个奉献证明担心丢掉我们周报还有夹吗？如果没有，我们可以跟我们同工那1楼那边也有1楼的那个电脑那边也有那我们可以签个同意书。那我们的奉献就可以直接上传国税局，你在报税的时候，你就无需再把那一张奉献证明夹进去那这个是越来越方便，请我们可以填写授权的同意书并于2月26号前交给我们的会计李梅干事或是主任干事我们的张玉主任那这个今年要报税的时候，你就不用不用就有这个纸本的那填过了就不用再填了我们2023年的第一学期的奖学生日助学金，在2月19号开始申请那我们子弟如果有符合这些的资格
可以向我们的这个余文干事来拿哦。那收件到3月26号截止，你可以上网来列印哦。好，今天下午1点到3点，我们的陶家互助社会在我们的礼拜堂2楼礼拜堂举行这个112年社员大会其实第1次的常年教育训练听说有丰富的奖品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抽到时间就是时间是12点45到1点半来报到1点半报到。那非本社社员或逾时报到则没有办法发放这个摸彩券。好，其他的我们就自己来看，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末底改去行，把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以斯帖记6章10节再一次。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末底改去行，把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以斯帖记6章10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明白奉献意义，你不用勉强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一起来经历上帝的恩典，透过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同在。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来。如今软弱侧翼的刚强，贫穷侧翼曾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侧翼的刚强，贫穷侧翼曾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充满信实与耐心的上帝，你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我们要称谢你的名，因为你的名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要称谢你的名，因我们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何等的奇妙，你的应许永不落空。在此献上我们的金钱，作为圣工所用，愿主悦纳。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坐下前彼此来祝福说：上帝要使你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为。上帝要使你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为。请坐。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为，这是上帝给人的一个赐福一个应许。那我们怎么样去经历？我们要透过上帝的话语来看见，使人尊卑提升或是降卑，都是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一起来读今天
在以斯帖记第6章，我们要从第1节来看到14节啊。我们透过家人之声每一天的这些的分享哦，从整章的到几节这样很精细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透过牧者的观点，还有你自己所读的时候，圣灵的感动启示哦，我们一起来看见没有上帝的名字，却有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保守哦。6章第1节，邀请大家我来读单数节你们来读双数节。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的辟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随鲁王，末底改将这事告诉王后。王说：末底改行了这事，是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事后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是他什么？王说：谁在院子里？那时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末底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哈曼就回答说：王所喜悦尊荣的，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极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末底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于是哈曼将朝服给末底改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末底改仍回到朝门，哈曼却悠悠闷闷地蒙着头，急忙回家去了。将所遇到的一切事详细给他的妻子希利斯和他的众朋友听。他的智慧人和他的妻希利斯对他说：你在末底改面前死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他们还与哈曼说话的时候，王的太监来催哈曼快去赴以斯帖所预备的宴席。愿主的话也来帮助我们看见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都看见上帝如何使人升高跟降卑，是关乎在他的情绪上面所以弟兄姐妹，情绪会影响我们居上不居下，居上或是居下，是在乎我们的情绪。如果你情绪管理得好那你在你的位置上，神就会提升前英国首相丘吉尔，他有一次在公开的演讲的时候那台下就递了一张纸条给他，上面写着2个字：笨蛋。如果是你的话，你看到这个会怎样？生气啊，气噗噗的，品共庆恩，或者是可以像丘吉尔，他就打开这个纸，然后台下人准备看他出糗，对不对？看他会不会生气看他的情绪怎么样管理，你知道吗？所以他打开，他就幽默的对着台下所有人说：我接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写信人的名字，
但是都没有写内容啊。哇，就反将了这个写给他的人一军，对不对？哦，只写他的名字啊，叫笨蛋，对。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想要在生气的过程当中辱骂人，但是有时候却影响到我们自己哦。丘吉尔不但没有被情绪所控制，结果透过幽默回应，将了对方一军。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哦？或者是说你一听哦你就生气，然后就失控了哦？最近我们知道哦，在昨天的民调哈，昨天这一两天的民调，我们的弟兄哦，陈建仁前副总统啊，现在的行政院长，对，在要接任阁揆的时候，然后呢，哇，就谩骂，然后批评呐，我们就看到这个社会啊，真的是生病了哈，那见不得你好，对不对？哦，站在反对的立场的当中，就是开始指责啊，然后可能把那个祖宗八代或者什么样都把它挖出来。但是这一两天的民调说什么？他的支持率，他所带领的执政团队的民调支持率多少？大概超过40%。慢慢的回稳，慢慢的更好哈。所以我们就看到有媒体报道，就是说刚开始接任的阁揆的时候，对他4个字的评价就是什么？温暖，然后呢，坚韧哦，很润啊，对不对？那个温暖哦，然后坚韧，因为他的信仰，所以面对很多的谩骂，他并没有用生气去回应，而是用他的信仰去面对。所以我们就看到最近在整个在执政面对未来的这一些很重大的事项他能够控管他的情绪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也看到王从他的情绪的反应他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情绪的障碍。昨天我在车上对这个第3区还有在参加这个关怀活动的弟兄姐妹，我说，你会不会为了要去旅游，那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前一天晚上就睡不着，有没有？好像小朋友一样很高兴，对不对？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哪边弯酒对吧？远足要带什么？乖乖的，我知道你是大概几年级的哇，那就是会睡不着。那有的人就是说怎么样？因为很多情绪的问题让你睡不着，可能你需要夜夜宁，你需要什么样的1颗半颗来帮助你吃了下去，只睡了2个小时、3个小时。这个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情绪障碍，那一天晚上睡不着。我想那一天有好多人睡不着，其中有2个很重要的人，一个是王亚哈随鲁王，一个是谁？哈曼。为什么？他想要明天就把这个末底改把他杀掉所以就很高兴，对不对？他预备了那个绞刑架就是那个吊死他的这个木架22.5公尺，大概高7楼嘞，7层楼这样。我们想看看，哇，他想要做的这个计谋，应该明天就会实现但是没想到，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峰回路转人生的逆转胜我们看到在哈曼跟末底改的身上那。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要来认识使人高升或是降卑的，都是在上帝的手中，同意吗？你不用用你自己的方法要去争取有一些人我们看政治上就是这样，一直想用自己的方法手段去争取那个高位但是到最后怎么样？到头来一场空了。第二个我们在职场上也是这样其实如果你知道使人尊卑是在于神的话，那你就好好的抓住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源头、赐福的源头，那这就是最聪明的人
敬畏上帝的人，使他怎样提升。那第二个要提醒我们，就是说，当我们看见人，包括最近我们看到土耳其的这一些的强震的过程当中人所建造，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的，人就怎样枉然劳力了，对不对？城池如果不是耶和华怎么样看守人就怎么样枉然警醒，对不对？无猜你底下搞到尾人已经造去了，已经跑进去，你都不晓得所以我们看到认识人靠己筹算计划到头来都是一场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经验，好像事情要成了但是靠你自己的力量，到头来好像虚幻一场空，就好像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虚空的都是怎样虚空那其实我们每一次看到这些圣经，都是在提醒我们你常常用你的方法去想要去拿你所想要的这些的职场上，或者是财务上、经济上的嘛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在提醒我们那一页从那一页开始，我们看到那一页这个哈曼。他参加了王后的宴席，对不对？他非常高兴的离开了王后的那一边然后呢，又什么样的问题影响到他的心情情绪就又被搞得就是看到末底改所以我们看到他本来很高兴的快乐快怎样不乐什么是让你看见红会的有没有？想一下，那你要一直受到他的影响吗？弟兄姐妹，人困到咕咕叫，你要想到伊就气噗噗，对吧？会不会这样？会啊，因为他的一句话，因为他一个举动，就因为末底改的一个举动，不拜跪他，其他人都拜跪我，为什么只有你？为什么你？你看不起我是不是？你藐视王的命令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那一页，哈曼快乐离开王后的宴席，然后看到在途中看到末底改他就发火然后他回家还记得吗？在第5章的后面，他回去分享他内在的情绪，他把这些垃圾倒给他的妻子希利斯，还有他的所谓的智慧的朋友，对不对？然后他的朋友，他的妻子希利斯对他有一个建议，建议什么？还记得吗？做了你可以把它杀掉，然后做了一个绞刑架，对不对？吊架高的吊架，然后明天赶快就把它怎样结束。哇，末底改怎样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弟兄姐妹，哈曼哈曼接受了什么？希利斯还有他的朋友的建议。那你们有注意在听对，我说你如果在你的周遭的朋友你很发火生气的时候，他会给你什么样的建议？在迦南之声里面，牧师有提到这个在你的周遭有没有用爱心说诚实话，避免让你怎样落入这个诱惑？就好像主导文教导我们了，对吧？让我们怎样不进入到那个诱惑然后呢脱离那个凶恶，对不对？就是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要好好的有属灵的同伴，他会提醒，当你在误触陷阱的时候，他会不会提醒你，还是附和你？这个就很重要了所以我们看到哈曼他的心情就是从骄傲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从后面他跟王的对话，他说王说那个我要尊荣他的喜悦他的这个人怎么做？他说什么？穿王的王袍嘞，朝服。这边现代中文译本翻译的是什么？王袍就是王所穿的衣服让他穿。
啊，他以为稳的，你知道吗？以为是他哦。所以我们在哈曼的情绪里面看到这个骄傲，我们一起来念来：骄傲在败坏以先，内心高傲在跌倒之前哦。哈曼位高权重，所以我们看到他骄傲，有时候人一骄傲哈，目中无人，他看不到自己的软弱，看不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怒气哦。圣经在提醒我们哦，有时候弟兄姐妹。提醒我们生气却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什么时候？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个地步一留，就让我们走向败亡，走向死亡。哈曼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在都提醒我们，特别是我们位居高位的时候，更需要谨慎哦。他们的心中，他一直受到末底改的影响。不要看到他，一看到他，即使他是家财万贯、富可敌国，还记得吗？他对王说：“如果你除掉这些的犹大族哦，我会捐献多少？啊，10000他连得，1万他连得等于多少？等于波斯王国1年的2/3的税收，这样多不多？”所以他的财产富可敌国，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王就在这样的一个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诱惑的当中，就答应了，就将戒指交给他，然后盖这样的一个通告要下令在12月13号灭掉所有的犹大民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哈曼的高傲，还有他虚荣残忍哦，他都在看自己高人一等哦，你们都是需要向我下拜哦。那欺瞒亚哈随鲁王的诡计终究因为神的出手，所以没有办法得逞。所以我们看到那一夜因为他的傲导向他走向败亡，圣经箴言就提醒我们要很小心哦。经过一夜，那清早，人一出手，是得到还是转眼成空？我们看到从哈曼的身上，就在提醒我们，我们很计较，很心思意念都在计划筹算，但是谁使他能够成就立定，都是在上帝哦。我们看到刚才所读的这段的经文，我们刚才有读到您看他一大清早就跑到王宫的内院等着王起床，等着好时机，然后他觉得怎么样？胸有成竹，可以了，没有错，今天就可以把末底改结束掉没想到怎样？王怎么样说？再来讲一次来。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末底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他说什么？他说：“王就是让你的袍子给他，你所穿的朝服就是王袍给他穿，然后坐马，然后叫一位尊贵的大臣牵着马，沿着街市，然后大声宣告说：看，这个就是王所喜悦尊荣的人。”他想太多，你知道吗？他心里笃定了，这个一定是我。弟兄姐妹，有没有每一次你在职场上，这个位置一定是我？一定吗？不一定。如果你依靠的是你自己，不一定。有时候我们觉得2个人在争，那我看了情势，我的条件资格应该是我。是你自己去争取，还是你凡事可以祷告依靠神？今天你在这个高位上，是神给你的，是上帝给你的，还是你自己去争取的？从信仰上，我们都知道，凡事都是上帝给的，上帝赏赐的。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提醒我们哈曼的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抵挡他，使他生气、情绪失控的末底改，在你的心里面有没有这个会影响到
你去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话语就提醒嘛，生气啊，不要犯罪，不要落入在那种罗网当中哦。啊，我们看到哈曼就是为自己怎样啊设立了罗网，然后最后面我们看到自作自受，吊架，他想说吊起来，然后让大家都知道。不尊敬我，不跪拜我的下场就是这样。没想到最后掉的是谁？是他自己啊！所以我们看到一场空啊，你用你的方法去夺取了哦。人在计划，在筹算哦，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他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那一天，经过一夜变化多端了，经过一夜啊，一场空了。我们看最近的土耳其大地震哦，我们看到这个阿苏尔公寓啊，号称是抗震的这个豪宅大楼。帮助我一下来，声音有没有？震后建筑外墙破裂，瓷砖水泥往下掉，从1楼开始软脚，整栋建筑垂直下插，居民拔腿逃命，不敢相信家园如此脆弱。这一栋苏伊尔公寓位于土耳其南部城市马拉蒂亚，2021年落成，标榜抗震，有钢筋混凝土和防震设施。其中一户要价约台币447万元，在当地被视为豪宅。用新的法规去做设计，那当然销售上就会主打它是一个抗震宅。抗震的一个施工品质有没有做到？这个就要看各国的要求。好，我们看到他们在标榜就是什么？哇，这个是抗震豪宅，但是就是经不起怎样一震就垮了。那个没有标榜还屹立不摇了，你知道吗？就是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人心在筹算什么，唯有耶和华使他立定使他能够成就。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哈曼他处心积虑，他能够在争取这样的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后有这样权柄杀一个不够，杀全部的犹大族来满足他的内心那种怨恨那种苦毒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哈曼用尽心思要末底改向他跪拜那用愤怒来策划一场怎么样灭族屠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现在我们看到刚才的经文说，连哈曼的妻子还有他的这一些的朋友都不看好。哈曼的妻子还预言说什么？如果他是犹大族这个什么意思啊？如果他是犹大族，可能知道他背后的那一个上帝在掌管如果他是犹大族，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晓得他是不是知道以斯帖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我想我自己在读经的时候，我在想说这句话可能是因为背后他们所敬拜敬畏的这位上帝的手所以人出手转眼成功，神出手逆转胜，逆转人生。在这边我们看到，连自己的人都预告了、宣告了哈曼你的结局就是败落，就是灭亡那一夜，我们看到一个人，他急着等待把人杀掉，但是那一夜，上帝出手，却翻转了本来要灭亡的人的生命，就是末底改，还有这些犹大族的。因为那一夜，我想你的失眠会不会造成很多的正面的，可以吗？还是都是负面的？有没有那个经验？你的失眠是不是越想越气？然后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这样睡不着的吗？大部分都是对不对？所以就是要去远足，要去出国，所以睡不着，对。但是我想，大部分都是失眠，是因为有使你的心焦虑、忧虑，承认吗？我想就是这样。所以因为困扰着你，所以你睡不着。如果没有是困扰你，你会一觉到天亮，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那一夜，我不知道王是怎么样睡不着了。但是我们相信说这一段的话一起来念来，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
流转。意思就是说，连王的心都在上帝的手中，好像水要让它流向何处，就让它流向何处。就是说，就没有看到上帝，但是上帝的手却透过可能让王失眠。弟兄姐妹，让王失眠。如果你失眠的话，你会做什么？你会做什么？有人就会半夜起来，然后看电视购物，你知道吗？你会做什么？起来读圣经吗？那就感谢主。那起来看电视，越看越烦，对不对？或者怎样？就数羊，1只羊、2只羊、3只羊。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王做什么？他就命令人把历史拿来。所以我们看到那一页，神透过这样的一个转折，其实整卷书的转折点在哪里？6章第1节。6章第1节，王睡不着觉，关键的点。然后百姓正酣酣入睡的时候，酣然入睡，只有王睡不着。然后呢，命令人把历史拿来，结果又读到什么末底改的事迹，怎么有那么刚好？弟兄姐妹，有那么巧合的吗？若不是上帝在掌管王的心思意念，又刚好念到末底改的事，很多学者都认为这些记载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要看这些的史记历史？就是说，因为在历史的记录里面有很多的可能趣事，可以让他提供一些资料，然后好帮助他们入眠。这个是有一些学者的说法啦。所以在我们看到王的失眠，刚好看到历史，刚好看到末底改他被拯救王然后没有被赏识。只有记载这件事情，有那么多的刚好，然后刚好仆人又问仆人说：“我有没有赏识什么？”仆人又刚好说：“你没有。”所以又刚好怎么样？又刚好末底那个哈曼站在院外，有那么多刚好吗？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如果没有神的出手，可能末底改就死掉了。但是那一清早就不一样了，一个是转眼成功，一个是因为神出手，所以王袍加身。那么刚好是因为神出手，他总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想到，你刚好有一个停车位，你刚好有什么有那么刚好的事情让你遇到？有那么刚好吗？每次如果我要去外面办事那个地方不好停车，我就祷告，神你自己预备一个停车位，可不可以离那个地方更近一点？你可以向神求，你知道吗？就不是刚好，是每一次。好多次，上帝就为你预备，就那么刚好，因为这件事情，让你经历了神的同在。上帝总是用这样的一个你恰巧，或者你以为是刚好，其实都是在上帝的安排甚至连哈曼的好友，他的妻子，他们都看见神出手逆转人生的这件事情上。如果他是犹大族，那你注定要怎样？神透过这样的一个翻转，让黄袍加在末底改本来要死的人，所以本来是卑贱死亡，但是我们看到上帝的出手，让他怎样从低处到高位，取代了这个哈曼的位置。所以本来要死的人，后来他成为什么宰相，成为替代这个哈曼的位置。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见神在你的身上有做多少奇妙的工作？有没有？不是刚好，而是神的掌权，神的手在护卫着你。若你敬畏他的时候，最后我们看到
唯有上帝筹算才能够立定哦。来，我们来读这段的箴言哦。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哦。作者在这卷书里面很多地方，处处都是在暗示着上帝的同在。透过你想象这一些的巧合、失眠、站在院外这些人的对话，我们看到除了哈曼站在院外之外，没有人。就一大清早，上帝就安排这个情节，然后让他跟王对话。王就说出我如何对待喜悦、尊荣的人。哈曼提出来，然后他做了什么？本来应该坐在他身上，然后竟然是那个大臣是他牵着马，为他的死对头末底改穿上王袍，穿上那个朝服。之前以斯帖要叫他穿，他不穿，但这个时候因为神的出手，让他能够从那个卑贱一直到提升他。哈曼觊觎在这样的一个权势地位，没想到因为上帝的出手，让什么？他的计谋失败，让原本没有办法得着的末底改，他反被高升。最后他蒙着头，表示很羞耻，你知道吗？很无助，回到他的家中，然后又要让，如果你的亲人、你的另外一半告诉你说：“阿雷你死啊，你这些啊。”你会怎么办？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事件都是在于情绪，情绪如果没有好好的控管，都在今天的信息在提醒你我，是不是因为一句话、人的一个动作，让你得不偿失？我们想看看，有多少时候我们是因为这样失去了神要给我们的。生气却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你不知道那个领土，如果因为你的生气一块交给魔鬼撒旦，最后你看到你没有立足之地，你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弟兄姐妹，哈曼跟末底改之间的逆转，是因为神出手才能够立定。你相信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的命定吗？你相信神要提升你，就像你看到他的话语说，你敬畏他，你在申命记28章说，你留意听从，谨守遵行。其中有一句就是使你什么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前面那个就在提醒我们相信神就会提升在你的手你手所做的哦，依靠上帝的出手，不要你自己出手。你自己出手可能转眼成空。如果靠着上帝自己来伸冤，自己来翻转，我们看到末底改就是在提醒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站立哦，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哦。神叫我们抬起头来，不要用自己的方法，神必使仇敌羞愧哦。神必使你高升，是因为你跟他的关系，是因为你敬畏他，好吧？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提醒我们，我们有神可以依靠。来，拍手来。耶和华是我的主，你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一起来宣告：耶和华是我是唯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
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你的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是为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衣袖虽然有骨气，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是为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衣袖虽然有骨气，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耶和华要为你来预备盾牌，来抵挡这个仇敌。耶和华是我是为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衣袖虽然有骨气，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衣袖虽然有骨气，衣袖虽然有骨气，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弟兄姐妹，神是你的磐石，是你的帮助。你在气哪一个人，不要让他影响你的情绪，不要让他影响你领受上帝的恩典。奉主的名，你说主啊，我用你的爱来饶恕那一个看了不可爱，看了你也红会的得，看了你的内心就纠结的那一个人。主，我愿意用你的爱来赦免他。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的赦免就与你同在，你就不会再失眠，你就不会再纠结。你对你的心说：“我的心啊，你在忧闷什么？”主，我将这样的一个忧虑卸给你，我没有办法饶恕他，只有你可以帮助我。不要让你的怒气影响到你领受上帝的恩典。如果现在有哪一个这样的不好的在你的脑中，我们开口同声来祷：主啊，我把它交给你，交给你处理，我自己顺服在你的带领。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啊，主，我们将可能那困扰我们的、影响我们的，现在我们交给你那一件事情、那个人，不讨我们喜悦的。主啊，求你把它拿掉出去，让我们眼目专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不要让我们的情绪障碍影响到我们领受你的恩典。谢谢主。主，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我们看见他们的人生因为情绪困扰着他，影响了他。明明他能够满足，他有高位，他有权势，但是就因为怒气，因为苦毒，害了他面对他的生命的结束。主，我们知道生命在你，盼望在你，力量也在你。不叫这些怒气情绪影响我们，而是让我们眼目专注在你的身上，专心来依靠你。不公平的、不公道的，神你为我们出头，不叫我们自己用我们的方法去做、去夺取。愿你来赐福，除去我们心中的怒气，因为怒气不能够成就上帝你的意。求你来施恩赐福，让我们止息我们的怒气，我们才能够领受你的恩典。愿主耶稣基督
你在十字架上牺牲流出的宝血，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除去我们情绪的障碍，让我们能够自由地来到你的面前，能够大大张口领受你大大的充满。天父上帝，用你的慈爱，就好像盾牌保护我们，抵挡这些仇敌的攻击，这些黑暗权势的搅扰。主圣灵，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来发出，所以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不会被这世代的恶来影响、来操控。愿主来赐福，让我们能够就像末底改，他在祷告的当中领受神你逆转他的人生，让他能够提升，让他能够领受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我们再次拍掌，将护卫着我们的那位神。我们彼此来祝福哦，请坐，我们默祷。我们的礼拜到这边，我们彼此来祝愿上帝的赐福与我们同在。